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透早上低温，伫苗栗公馆18度2。明仔载东北季风会继续来减弱，北台湾的温度嘛小可搁回转来。但是到拜六，南风分下刷起的北平，水汽会增加，北台湾的天气会搁来转凉。气象局讲，轻度的风台送卡若来形成，甲这个东北风对浪，真有可能会发生最近这3年来上界明显的强盘效应，会来落大雨。后礼拜1到拜3，北部的低温有可能降到18度。连续4天，北部拢是乌阴兼落雨，大家出门拢会穿外套。今日透早，上低温伫苗栗的公馆，敢若18度2，估计拜六雨会搁较大。从周6到下周1这段时间，受到南方低压云系的影响，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会有些明显的降雨，可能会有些大雨，甚至是豪雨出现的几率。本来就无稳定的天气，阁有可能加添变数。海面上除了今日早起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估计这2天会变成轻度风台送卡。要台湾的东边低压系统，敢有可能变成风台，要有变数。伊经过台湾的时，嘛有可能甲东北风加做伙。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台风的话，事实上会有跟东北风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，会有一些交互作用。不过共伴效应的形成的话，要看整个。台风的位置跟东北风的符合的位置，有专家讲，若是形成强伴效应，将是最近3年来上界明显的一摆。唔来落雨，温度嘛会降低。拜1到拜3，东北季风会搁较透，北部的气温会到18到19度，中南部气温18到21度，东部的气温嘛只剩20到21度。无稳定的天气，上无会持续1礼拜。提醒乡亲出门爱穿好少，以免无细字去感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